公不离婆，秤不离鉈。公不离婆，秤不离鉈。伟山，学校有举办神话创意比赛哦，俺娘啥都去参加好嘛？好啊。伟山向右，唔得去那边。俺一定要去参加比赛啊。哦，阿娘哦，唔两啥真正係好朋友诶。读书强下，下课也强下去补习，也行去强下去比赛哦。真正係老古人言讲嘅，公不离婆，秤不离鉈啊。公不离婆，秤不离鉈。